台中的媽祖廟萬和宮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。講有一個男子衝入去正殿，把這個紅架倒頂喊害，現場是安尼怒蒼蒼，多場媽祖的金身嘛滴佇個塗骹。警方趕到現場，把人壓制逮捕，這犯案的動機要來調查。萬和宮的正殿神道頂有夠亂競品，落甲滿世界。香爐、火爐，東倒西歪，超過2公尺懸的光明頂規倒落去，媽祖的金身竟然被直接掃落到塗骹。毀掉廟內文物的查甫人，當場被警方抓起來。你剛才弄成這樣是把人家廟弄成這樣幹嘛？這是台中市超過300年的古蹟萬和宮。透早7點外，廟只拄好開門無偌久爾，這個查甫人入要到大殿，雄雄就失控，動手將神道頂的物件掃來到塗骹，殺到香爐甲光明頂，連媽祖的金身嘛掃來到塗骹。當時廟方人員看到了後，想要加阻止，不過這個查甫人力頭真粗，無易犯。同仁很害怕，就馬上就打電話，報警。聽說他的力量今天非常的大，好幾位警察同仁抓住他都抓不住。廟方人員講，這個查甫人平常時出現佇廟的附近，不過唔捌拍過人，唔知是安怎今仔日會失控。警方甲帶回去時，伊攏唔講話。擴大調閱周邊監視器影像，以進一步釐清彰顯的犯案動機。加在媽祖的金身無傷到，不過死入光明頂倒入塗骹，尚無影響到幾萬名信眾的權益。早起廟方人員趕緊恢復原狀，拜拜信眾只好用臨時的紅架道。萬和宮當年點光明頂安太歲，攏吸引超過50萬人次，這是在地民眾的信仰中心。頭一擺發生這款嚴重的代誌，引起信眾的議論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